伊的面前，咱是教会的会员，是军队耶稣的人，主讲，伊是教会的头，咱是伊的身躯，身躯要得连伫头，就听头的指示，安尼身躯才有好的作用。这是咱信徒的角色甲任务，伫人生中保持甲基督有必然的亲密关系，互基督指导咱，伫咱的言行举止得到伊的引带，互咱讲话做代志拢得到伊的欢喜。安尼，咱才是基督的好身躯。要做基督的好身躯，就爱有基督伫咱内面。要有伊踮伫咱的内面，就求伊，就是用基督来到伊的面前。请咱大家来吟，我用基督来到伊的面前。为着要知伊对咱讲，咱就爱静静听，通过安静的心、注意的听，咱就会知主爱安怎做，安怎去做。请咱大家三甲来念，静静听。我的
煞遮咱要做礼拜，请咱着安静敬虔的心来听主通过牧师甲咱讲的话。